目前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小女孩苏麦亚为东突厥斯坦的亲戚作证，声称她的姑姑因出国而被判重刑。她说，中国当局将她53岁的姨妈麦尔哈巴和25岁的堂兄拉基拉被中国当局任意逮捕，不久被判处19年徒刑。她说，他们的罪行是出国旅行，他们在2015年前往土耳其旅行了15天。她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联合国和人权组织支持维吾尔人，停止中国的任意逮捕和非法拘留。一对在中国逃避压迫并在哈萨克斯坦寻求庇护的夫妇讲述了他们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痛苦经历。他们说，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是哈萨克人，但维吾尔人无法逃脱。50岁的艾莉诺尔是东突厥斯坦拉布查尔县的哈萨克人。他说，他被中国当局任意拘留了1年08个月。在拘留期间，他病重，被释放后带着一个女儿在哈萨克斯坦庇护。3个月后，他的妻子古丽娜尔带着另外2个孩子到达哈萨克斯坦。他们说，对我们维吾尔人的迫害更加严重。我们逃脱是因为我们是哈萨克人，但维吾尔人是不可能的。新年的第一天，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维多利亚公园，发起了大规模游行，要求对安全部队进行独立调查，并对被逮捕者进行大赦。聚集在香港最大的购物中心崇光百货前的成千上万人，也加入了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的游行队伍后，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香港的示威活动始于去年6月，当时示威者最初对一项关于将嫌犯引渡到中国的法律草案提出抗议，后来抗议活动变成了反政府民主运动。备受吹捧的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第2阶段已于周3生效。新阶段将使巴基斯坦制造商和贸易商以零关税的价格向中国市场出口约313种新产品。在与伊斯兰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北京取消了对数百种巴基斯坦产品的关税。自由贸易协定第2部分包括在15年内放弃或减轻当事方征收的75%的关税。截止今天，北京将取消对300多种巴基斯坦出口产品的关税，其中包括制纺品和服装、海鲜和皮革。作为回报，巴基斯坦将提供更多进入中国原材料和重型机械市场的渠道。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日前表示，朝鲜将继续大力推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武器开发工作，并将根据美国今后的对朝立场而上调强化朝鲜和解之力的广度和深度。对于朝鲜的最新举动，特朗普表示，他和金正恩关系良好，相信后者会遵守无核化承诺。在朝美无核化谈判陷入僵局，平壤方面设定的2019年年底最后期限已过的背景下，金正恩此次讲话内容备受关注。